位家長，福至心靈又準時陪住大家啦。我係阿陸，上集同大家傾過，唔好做剪蛹嘅人，要俾小朋友係掙扎中成長。今集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跳蚤嘅故事。呢隻本來好叻嘅昆蟲啊，最後竟然連跳都唔識。背後嘅原因可能同我哋教養小朋友嘅方式好有關係。講到跳蚤，大家都知佢係昆蟲界嘅跳躍冠軍，可以跳到自己身高幾萬倍嘅高度，真係好犀利。有個大學教授就好好奇，專門捉咗隻跳蚤嚟研究。第一日研究完，教授怕佢走咗，就用個1米高嘅玻璃罩罩住佢。點知道當晚跳蚤想跳出嚟，跳啊跳，每次跳到1米高就被玻璃罩擋翻落嚟，無論點樣努力都冇用。第二日，教授攞走玻璃罩，神奇嘅事發生咗，呢隻跳蚤竟然最多只會跳1米高，唔再係之前嘅冠軍啦。教授即刻有一個有趣嘅想法，第二晚換咗個50厘米嘅玻璃罩，第3日跳蚤就只跳50厘米，跟住佢又用20厘米嘅玻璃罩，跳蚤嘅跳躍高度就降到20厘米。到第4晚，教授乾脆用塊玻璃板壓住跳蚤，只俾佢喺下面爬。結果第5日，呢隻曾經係跳躍冠軍嘅跳蚤，竟然完全唔識跳，淨係識喺台面爬。大家聽完呢個故事，有冇覺得有啲似曾相識？其實好多時，我哋做家長嘅無意中就做咗嗰個玻璃罩，將小朋友本來有嘅潛能一層層限制住。比如話，有啲家長見到鄰居個仔彈琴叻，就逼自己小朋友學，完全唔理小朋友其實最中意畫畫。小朋友拆玩具研究裏邊嘅結構，本來係探索嘅潛能，卻被鬧成搞破壞。甚至有人覺得女孩子就該文靜，將活潑好動嘅小朋友困喺文靜嘅玻璃罩裏邊。就好似格林多前書7章7節嘅金句講，每人都有佢各自得自天主嘅恩寵。呢度嘅恩寵就係小朋友獨一無二嘅潛能。有嘅小朋友天生有音樂感，有嘅擅長表達，有嘅對自然充滿好奇，呢啲都係天主賜嘅禮物，唔應該被我哋嘅偏見同限制埋沒。阿陸今日同大家分享2個實用方法，幫大家拆走困住小朋友嘅玻璃罩。第一，做觀察型家長，記低小朋友做乜嘢時最投入，比如佢畫畫時唔肯停，或者講故事時好生動，呢啲都係潛能嘅信號。第二，少講應該點，多講你想試嗎？唔好規定小朋友必須學乜嘢，反而鼓勵佢哋嘗試感興趣嘅事，就算一開始做得唔好都冇所謂。不如而家我哋一齊祈禱，仁慈嘅天主，感謝你賜俾每個小朋友獨特嘅恩寵，求你幫助我哋放下偏見同控制，學識欣賞孩子嘅與眾不同，讓佢哋在自由中發揮潛能，綻放光彩。阿們。再同大家重溫今集嘅金句，每人都有佢各自得自天主嘅恩寵。格林多前書7章7節。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深入呢個話題，傾下點樣引導孩子發掘自己嘅興趣潛能。記得訂閱，唔好走開啊！